就在此时此刻，当你正在听我说话的时候，在你的血管里面有一个过程正在安静地发生着。这个过程没有声音，没有痛觉，甚至没有任何预兆。如果你今年已经超过60岁，我必须告诉你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：你现在每天盯着看的血压数字，很有可能从头到尾都看错了。长期以来，我们都被灌输了一套标准的数字，但对于步入银发阶段的你来说，那些所谓的正常范围，可能反而是一个陷阱。在台湾，每3个长辈就有1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正处于危险的边缘。大家都在讨论高血压，但却没有人告诉你，对于60岁以后的人来说，真正的危险病不在于数字的高低，而是在于那些被忽视的细微波动。这是一个没人愿意公开警告的隐形危机，后果通常来得很晚，但一旦爆发，往往就是沉重到让人无法承受的代价，可能是突然的倒下，也可能是再也无法挽回的遗憾。但我今天坐在这些里跟你分享这些，并不是为了要让你感到恐慌。我想请你先深呼吸，放松你的肩膀。我之所以说出这些实话，是因为只要你从今天开始理解正确的观念，这一切都还来得及。我们还有时间，只要我们不再被错误的数字束缚，就能找回掌控健康的权利。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，我必须先给你一个真诚的提醒。如果你现在觉得这只是一部普通的健康卫教影片，打算随便听听就关掉，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在未来的5到10年里继续用错误的方式对待自己的身体。这不是在吓唬你，而是我这辈子在诊间看过太多原本可以避免的悲剧。如果你只是盲目的听从那些大众化、通用型的血压建议，而不去理解60岁后身体发生的结构性变化，那你可能每天都在给自己一种虚假的安心感。这个安心感才是最危险的。很多人以为吃了一颗药，看到数字降下来了就万事大吉，却不知道在黎明破晓的那一刻，或者在一次情绪波动中，隐藏在数字背后的危机正蠢蠢欲动。如果不理会这些特殊的预警信号，最直接的后果可能就是清晨突发的脑中风，或者是在不知不觉中，你的记忆力开始迅速衰退，甚至心脏功能在安静中慢慢衰竭。为什么长辈的血压管理不能跟年轻人一概而论？因为随着年岁增长，我们的生理构造已经完全不同了。同样是一个数字，在20岁的人身上代表的是活力，但在60岁的人身上可能代表的是血管过度僵硬的警讯。这就是因为什么同样的药物、同样的标准，套用在不同年龄层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。我现在还不会直接给你清单或解决方案，因为如果你不先理解这个底层逻辑，任何方法对你来说都只是治标不治本。请耐心地跟我走下去，锁定你的注意力，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揭开的是那个折磨你数十年的数字迷思。现在让我们来聊聊那个让你焦虑了几10年的数字——舒张压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下压。你是不是每次量血压时，只要看到下压超过90就紧张得不得了，或者看到它太低又担心自己没体力？我要告诉你一个让你宽心的事实，在你60岁之后，这个数字其实已经不再像你想象中那么重要了。为了让你明白为什么，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，请想象你的血液就像是在路上行驶的小汽车，而你的血管就是供车辆行驶的道路。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血管就像是刚铺好的柏油路，充满弹性。当心脏这台引擎把血液泵出来时，血管这条路会微微扩张来缓冲压力。但是当我们来到60岁、70岁，这条路已经使用了几十年，它不可避免的会变得像老旧的石子路一样僵硬，缺乏弹性。
当血管片硬了，血液在流动时就会产生一种回弹力，这时候你的下压反而会因为血管失去弹性而开始下降，甚至片得偏低。所以，如果你还在为了下压不到80而烦恼，或者还在执着于年轻时的标准，那真的是给自己徒增压力。你要明白，血管的硬化是岁月的痕迹，就像皮肤上的皱纹一样自然。当你理解了这一点，你会发现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。这不是身体偏差了，而是它在新的阶段有新的平衡方式。现在，请放松心情。既然下压不再是焦点，那么真正决定你大脑健康的那个关键数字到底是什么？如果下压不再是重点，那么哪一个数字才是我们60岁后的救命符呢？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第3个数字——脉压差。这不是血压计上直接显示的数字，而是需要你动手算一下，用你的收缩压，也就是上压，减去你的舒张压，也就是下压。在台湾的长辈中，最常见的威胁不是单纯的高血压，而是这个间距过大。如果这个差距越来越大，这对你的大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你是否觉得最近记忆力大不如前？明明刚放下的钥匙却找不到，或者有时候觉得头脑昏沉，反应偏慢，这很可能不是老化的正常现象，而是过大的脉压差正在悄悄伤害你的微血管。当这个间距太大时，每一次心脏跳动都会像大浪拍打礁石一样，重重的撞击你脑部脆弱的血管。长久下来，这会导致认知功能受损，甚至让你渐渐不认识身边最亲近的人。这是每一个台湾家庭最不愿见到的情况。那么要怎么计算才安全呢？通常来说，脉压差维持在40到60毫米汞柱之间是比较理想的。如果你的差距超过了60，甚至到了80，那就是血管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。计算方式很简单，假设你的上压是150，下压是70，那脉压差就是80，这时候你就得提高警觉了。但我说这些并不是要吓你，而是要让你拥有知的权利。当你学会了这个简单的减法，你就掌握了一个比看单一数字更科学的监测工具。感受到那种透明感了吗？当迷雾散去，你就不再是那个只能听天由命的人，而是自己健康的守护者。很多长辈会问我，医生，我每天都有量血压位，什么还是出事了？我通常会反问，你是在什么时候量的？很多人习惯在下午看电视时量，或者心情好时才量。但我要告诉你，一天当中最危险的时刻，不是深夜，而是你刚刚睁开眼睛准备下床的那一刻。医学上我们称之为晨间高血压。根据统计，心肌梗塞与脑中风发生率最高的时间点正是清晨5点到早晨10点之间。这段时间，你的身体正在从安静状态切换到活动状态，交感神经开始兴奋，血压会出现一个剧烈的跳跃。如果你这时候动作太快，血管可能承受不住。所以我希望你明天早上开始做几件简单的小事，这能保命。首先，醒来时不要立刻坐起来，先在被窝里动动手指，动动脚趾，让血液慢慢回流。接着，坐在床边静坐1分钟，让身体适应重力的变化。第二，量血压的最佳时机是在你起床上、完厕所后、吃早餐跟吃药之前，这时候得到的数据才是你血管最真实的抗压状态。最后，量完血压后，请喝一杯约200毫升的温开水。这杯水能稀释经过1夜厚片的浓稠的血液，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。这些动作一点都不难，对吧？只要从明天早上开始执行，你就在每天风险最高的时刻为自己穿上了一层防弹衣。这种我能做得到的分寸感与掌控感，就是维持长期健康的最好药方。
为了让你更深刻的理解，我想分享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病人，我们就叫他陈婉浩先生吧。陈先生72岁，住在高雄，退休前身体一向硬朗，他每天都量血压计，录得整整齐齐。他一直觉得自己控制得很好，因为他的血压常年维持在140几，下压则是在70左右。他总是跟我说：“医生，我这数字没超过150，应该算及格吧。”我当时看着他的记录，心里隐隐约约有些担心。然而，就在去年一个气温骤降的早晨，陈先生像往常一样去公园晨练，没想到刚走出门口，就突然感到一阵晕眩，右侧手脚发麻。幸好家人发现得早，及时送医，诊断为轻微的小中风。陈先生出院后非常沮丧，他不明白为什么我的数字看起来还好，却还是发生了这种事。这就是我要强调的反转效应。陈先生的下压虽然很稳定，甚至偏低，但他的上压却在悄悄的、缓慢的攀升。更关键的是，他的血管壁已经因为长年的脉压差过大而片薄片脆。他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启示：在60岁之后，收缩压，也就是上压，才是真正的命运决定者。对于长辈来说，收缩压的细微波动比舒张压的绝对值更具威胁。所以我告诉陈先生，也告诉现在的你，我们不追求完美的数字，我们要追求的是稳定。除了配合医师调整药物外，我建议他改变饮食习惯，减少加工腌制品，改用原型食物。同时，运动要避开寒冷的清晨，改到午后暖和时分。陈先生后来照着做，现在不仅血压平稳，精气神也比以前更好了。他的例子告诉我们，只要你愿意正视那个关键数字，危机就是转机。讲了这么多，最后我想帮你把今天听到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总结，让你带回家。请记住，60岁之后，你只需要关注一个核心数字收缩压，以及一个隐藏指标脉压差。只要你的脉压差不要长年超过60，且上压维持在医师建议的范围内，你就不必每天为了那一点点数字的跳动而焦虑失眠。除此之外，请多留意身体给你的负信号，譬如是否有莫名的头晕、视力突然模糊，或是步行不稳。这些细节结合血压记录，才是最完整的健康地图。我想要对你说，健康不需要追求100分，在我们这个年纪，能够理解身体的变化，并用最温柔的方式去照顾它，这就是最好的养生。不要被过时的标准吓到，也不要轻视清晨的防护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一个忙，把它分享给你身边同样也是长辈的朋友或者你的家人。在台湾还有很多老人家像陈先生以前一样，陷在数字的迷思里感到不安。你的分享可能就是救人一命的关键。从明天早上开始，醒来先别急，着下床，喝杯温水，安静地量个血压。让我们一起用正确的知识，优雅而健康的享受这段黄金人生。我是你的医生朋友，我们下次见。